阿根廷以衛冕冠軍嘅姿態殺入世界盃，目標得一個就係連霸。史卡朗尼已經將呢隊波變成冠軍收割機，美洲盃2連霸，唔通可以做到埋衛冕世界盃嘅偉業？今屆賽事大家最關心嘅係阿根廷究竟有冇可能再贏多次世界盃？就快39歲嘅美斯喺佢職業生涯最後一個大賽，到底會發揮成點？而我個人覺得阿根廷會衛冕失敗，好可能俾 C 朗率領嘅葡萄牙擊敗阿根廷。阿根廷喺外圍賽嘅表現基本上同上屆一模一樣，今次攞到38分，而上一屆外圍賽就攞到39分。今次分組賽失咗10球，而上屆就失咗8球，而佢哋嘅入球能力亦都有少少進步。另外，前年佢哋再贏咗美洲盃，連續2屆都壓住巴西，成為南美洲最佳。所有條件望落都同上屆驚人地相似。咁嚟到今屆世界盃，如果講到踢法風格，佢哋同上屆相比，阿根廷有冇做出一啲調整呢？其實喺過去呢4年入面，球隊冇太大嘅轉變，阿根廷依然好強。中前場繼續由美斯為核心，迪保羅繼續做美斯保鏢。後防核心依然係羅美路、馬天尼斯，一班有經驗嘅老將，帶住一班越嚟越成熟嘅年輕球員嚟踢。講到年紀大嘅球員，呢個係自08年以嚟第一個冇迪馬利亞喺度嘅大賽，你真係唔可以低估佢嘅重要性。上屆世界盃決賽嘅入球，美洲盃決賽嘅入波，佢踢完美洲盃之後正式結束國家隊生涯。對阿根廷嚟講，絕對係一個極之大嘅損失。佢往往係喺最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嘅球員。講到美斯，今屆世界盃係一個前所未有嘅挑戰，但事實依家史卡朗尼手上呢隊阿根廷已經解決咗美斯依賴症，就好似上年外圍賽美斯受傷缺陣，由效力馬體會嘅艾馬達頂上，阿根廷反而踢出一場以4-1血洗巴西，踢出近幾年最精彩嘅代表作。除咗艾馬達踢得唔錯之外，有一個球員好值得大家留意，就係效力意甲科目嘅尼高柏斯，佢絕對可以令人眼前一亮。對女球迷嚟講就大把眼福，佢除咗靚仔之外都好踢得。我覺得單憑佢今季嘅狀態，佢根本已經應該可以喺國家隊踢正選。佢可以話係今季意甲入面表現最 sharp 嘅球員，過去2季都係咁 fit，表現好到今年皇馬會觸發回購條款買翻佢。我希望佢會有多啲機會出場啦，分擔一下美斯嘅體能負擔。如果唔係美斯仲係名單，我覺得叫佢坐後備席實在太奢侈啦。而家咁啱，美斯仲有輕傷，暫時友誼賽都冇出過場，史卡朗尼可以順勢俾美斯喺分組賽休息多啲，試下用尼高柏斯同艾馬達，又或者直接用安素打攻中。今年爬馬受傷，佢係車仔都長期都打呢個位。總之就俾時間美斯慢慢操翻起。我相信阿根廷已經由以前嘅一人球隊變成一支踢整體嘅球隊。當然啦，關鍵時間依然要靠美斯，但對球隊嚟講，美斯唔再係球隊唯一嘅救命稻草，而係決定上限嘅關鍵球員。所以喺戰術定位方面，美斯唔使再好似以前咁要負責晒所有嘢，由中場組織再要負責埋入波嘅角色，佢可以更舒服踢波。靠佢球商同視野控制比賽節奏，喺關鍵時刻送出致命直線，而前場嘅壓迫同跑動就完全交晒俾艾華尼斯同馬天尼斯。尤其係效力馬體會嘅艾華尼斯，佢絕對阿根廷第2把交椅，全庭大蛇樣樣精。佢擺喺其他國家隊都一定係必然正選。有傳佢今年想轉會，已經有唔少豪門對佢有興趣。佢絕對可以分擔美斯壓力，令美斯可以踢得更輕鬆、更享受。史卡朗尼甚至可以因應唔同對手，可以有彈性咁決定幾時用佢。史卡朗尼一定有足夠話語權同威信，令一班球員信服佢。連續2屆美洲盃冠軍，仲要贏埋世界盃，呢種連續贏得大賽嘅強勢，直情可以媲美08年至2012年西班牙。所以大家都會信佢可以做出正確嘅決定，相信美斯都會配合佢一切人員調動安排。美斯唔同 C 朗，佢從來都係團隊利益行先嘅球員。講到大牌球員，阿根廷全場每個位置都有，進攻線有艾華利斯同拿達路、馬天尼斯，中場有安素、麥卡利士打、迪保羅，
後防有具經驗同實力嘅中堅圖夫馬天尼斯、羅美路同老將奧達文迪。龍門由馬天尼斯把守最後一關。阿根廷同組對手有奧地利、阿爾及利亞同約旦，陣容實力差距實在差太遠，如無意外會輕鬆首名過關。美斯可以係小組賽留力，真正考驗係淘汰賽。我哋先假設阿根廷首名出線先啦。32強淘汰賽會對 H 組嘅次名，H 組有奪冠熱門西班牙、烏拉圭、沙特同佛得角，咁照計應該好大機會對烏拉圭啦。如果32強順利過關，就好大機會對 D 組出線球隊，最大機會對美國或者土耳其。如果對主辦國美國就會比較難踢，但一到8強，如果 K 組嘅葡萄牙首名出線，好有可能8強會上演美斯對 C 朗嘅戲碼。如果發生，就真係流量拉滿晒。講咗咁多阿根廷嘅優勢，但係點解我都係覺得佢哋贏唔到冠軍呢？首先，美斯老咗4年，雖然佢踢咗2年美職，相信已經完全適應咗美國咁熱嘅天氣，但係始終球王已經38歲，踢完分組賽就39歲，而且季尾美斯左腳 hamstring 受傷，相信係 overload 同肌肉疲勞造成嘅，所以我對美斯捱唔捱到咁高強度嘅比賽有啲擔心。第二，我最擔心嘅係阿根廷嘅防線。羅美路對新特蘭膝頭受傷，而家仲未肯定趕唔趕到第一場復出。就算復出，都未知佢夠唔夠時間操翻 fit。佢嘅 partner 利申道馬天尼斯，我始終擔心佢會俾人屈高。你諗下，如果8強真係對葡萄牙，對住 C 朗點算好？葡萄牙一定會高空轟炸，針對佢呢個點嚟攻。至於奧達文迪已經38歲，你都唔會期望佢可以幫得幾多。所以我覺得阿根廷防線有問題，所以我覺得衛冕希望不大。不過我個人係想睇到阿根廷衛冕成功。歷史上只有意大利同巴西衛冕成功，對上一次已經係60幾年前，分別係1934年、1938年嘅意大利同1958年、1962年，兩次都係由球王比利率領嘅巴西奪冠。如果美斯真係可以帶領阿根廷成功衛冕世界盃，咁已經唔單止係贏多個冠軍咁簡單，呢個直情係足球歷史上能人所不能嘅成就。雖然我本人覺得美斯已經係歷史最佳，其實都已經唔需要證明啲咩。不過就算美斯贏咗世界盃，都仲有意見話佢未係歷史最佳，或只係終結咗美斯同 C 朗邊個係當代最佳嘅話題。仲有人覺得美斯未及得上比利。但係美斯如果2奪世界盃，仲要係完成衛冕呢個超過60年無人能破嘅地獄級任務，咁無論喺個人榮譽、團隊榮譽定係大賽統治力上，我相信美斯係歷史第一，200個字會變成不可動搖嘅事實。我自己好想成為歷史見證人。今日影片講住咁多，你覺得阿根廷可以衛冕？你又想唔想見證美斯再一次贏世界盃嘅歷史時刻？可以嘅話，訂閱 channel、俾 like 同 share。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